来继续进度的消息，来看民进党8月30，这个民众党8月30号召着惊突的活动，甲警方爆发着冲突，有8个员警来受伤。民众党另外一党团的主任陈智涵今仔日嘛出面来指控着警方暴力，讲伊去予警察绕着伤。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豪请陈智涵赶紧来报警，因会依法来侦办。 是在脖子这边，然后还有就是我的手臂。民众党立院党团的主任陈智涵讲出伊的详细，指控8月30民众党走脱活动，警方有暴力的对待。只是一个走读行程，竟然会变成像这个样子，哦，全身上下到处都是伤，而且我到今天起来，其实可以说是这个严重的感觉到这个行动不便。 今日指控警方将伊破连踹歹去，针对这点，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豪回应讲，已经通报各单位搜证，敢有这个证据，希望讲陈智涵会当报案，警方会倒找破连。另外，迄天有8名员警受伤，也是人无爽快送去病院，甚至有人昏去。内政部曾发表声明，支持警察依法行政，谴责民众党调工设计强盾。哎，我要该怎么说呢？讲出这样子的话。 由民进党说出来，我只能送他们4个字啊，叫做丢人现眼。有关黄国昌等涉嫌非法集会及对远景、乐景推挤造成远景的受伤及破坏主材等违反妨碍公务的部分，我们将依相关的事证于台北地检署侦办。 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豪亲身回应，走脱活动已经结束啊，不过事尾也未完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